狗狗之間有啲奸仔，佢哋會唔會互相呃對方、偷食、搶玩具、扮唔知？你以為狗狗天真無邪，成日笑笑口，但有冇諗過，其實狗群入邊都可能有心計、有策略、有欺騙？呢個問題並唔係惡意中傷狗狗，而係嚟自一個真實又好玩嘅科學領域——動物策略性行為研究。咁意思係動物會唔會為咗達到某個目的呢，設計一啲誘敵、掩飾、聲東擊西嘅行動啦？答案係有啲狗真係會呃狗。根據美國行為學家 Brian Hare 嘅研究，狗狗喺面對有競爭關係嘅對象時，例如另一隻狗搶緊佢嘅零食、玩具，甚至主人注意力，會出現明顯嘅策略性選擇。例如帶對方行去咗食物嘅地方，再偷偷繞返去咗正嘅，又或者明明見到玩具，但偏偏望向另一邊，唔俾對方發現自己想要嗰樣。呢啲唔係偶然嘅，而係社會性動物演化出嚟嘅資源競爭模式，就好似人類細路仔知道點樣分散父母注意力，或者點樣呃哥哥唔好拎自己玩具，狗狗喺群體中都會發展出類似策略，只不過用嘅係行為語言，唔係說話。有趣嘅係，研究發現呢種扮唔知或者假動作咧，係啲行為主要出現咗喺狗狗知道自己被觀察緊。換句話講，佢唔係亂咁做，而係識得分析。而家有人睇咗我唔想佢知我想做嘅。例如一個實驗啦，兩隻狗面前有兩份食物啦，一隻狗係領先者，喺另一隻喺後面嘅。咁啊，領先者咧喺第一次俾對方見到佢哋嘅食物之後咧，下次就會選擇故意避開視線，再偷偷去領食物，表示咧佢學識咗要避開對方監視，先至可以搶到好睇。咁啊，除咗食物，狗狗對玩具同人類關注咧，都會出現類似心計啦。有主人測試兩隻狗都想玩一樣玩具嘅時候，其中一隻會裝作唔感興趣，吸引對方放棄，然後再迅速衝上去攞走；又或者喺對方想接近主人嘅時候，突然插入中間示好，霸佔關注焦點。你可能會問啊，佢呢啲狗係咪特別奸？係咪性格唔好？唔係。呢啲行為其實反映咗高社交智力。狗狗唔單止識得讀人，佢哋都識讀狗，而且會根據場景作出反應。就好似社交博弈咁，點樣分資源，點樣贏得注意，點樣唔輸蝕，全部都係狗狗學識嘅生存技巧。咁樣嘅策略性唔代表佢壞，而係佢醒。正如人類都會選擇講某啲說話，唔講某啲狗狗，只係用佢哋理解嘅方法保護自己嘅資源同利益。總結啦，狗狗之間唔係咁鬥爭啦，亦唔係隻隻都冇老實嘅。有啲狗會裝，有啲狗會扮，有啲狗會觀察時機啦。佢哋真係有能力呃狗，但係背後反映咗係冇乜對環境、對對手、對人類反應嘅高度感知能力。